我是哈克童谣的吴宣颖老师。哈克童谣是我创的，已经15年了。那我创这个团呢，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让小朋友学客语，学说客家话。但是呢，我是借着唱童谣，念童谣，然后讲客家话，借这一些客家的歌词，让小朋友觉得，哎呀，客家话很好玩。然后学客语呢，是一件很快乐、很轻松的事。然后呢，很喜欢来学客语，当作呢老师就是他的好朋友。那他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呢，他也很喜欢客家。我们会找比较轻松、比较活泼，然后小朋友也喜欢的这些，比方说歌词啦，或是节奏啦。那我们会教他一些所谓的律动创作，然后接着呢就是角色扮演。那我们会借着歌词的语词来做一个句子的练习，然后同时呢教小朋友去创作旁白。小朋友也可以创作自己的律动，比方说他要怎么跳，我都会尽量的去满足他，只要他能够融入歌词里面，我都会接受，甚至于呢鼓励他们创作律动创作，然后也会教他们写客语的一个音乐剧的旁白。当然我自己也会创作一些旁白，包括我们的这个班长呢，我们就一起来带着小朋友做角色扮演，来演音乐剧。比方说今年我们最重要的发展就是防疫，所以我们编了一个防疫音乐响宴。那我也写了一些防疫的相关的文章，那也带着小朋友跟小朋友的家人、妈妈一同来演戏。我们今年的教学主题是规划防疫的日子，客家话逢一个日的。那这些里面的音乐呢，我们是选自客委会的一个每年发的专辑里面的 CD 用 CD 里面的歌曲挑小朋友比较喜欢的歌词啊、歌曲啊、旋律啊，然后呢就从语词、句子，然后再发展小朋友的一个旁白创作、律动创作，一直延续到后面的表演的时候，我们是全程客家语。这平常呢，我们跟孩子的互动，跟小朋友互动，在互动的过程当中，都是在结合客家人的生活、客家人的食衣住行，然后呢，还有小朋友在家里跟家长的互动。当然，我们到最后面是一个演出的服装跟道具。服装我们也很讲究，因为我们有传统，有现代，就像蓝衫，我们的蓝衫还有创新，变紫色的蓝衫。然后我们的客家的一个花布衫，它不只是小朋友的，也有大人的。然后呢，还有很有特色的这个大孩子的一个拼布的一个像礼服一样的一个传统服饰。当然还有我这一件创新的现代绣花的缈胆发。我们的道具再说一个，我们有竹板，我们有摇铃，小朋友的，然后我们还有美浓伞，还有飘扇，还有面具，还有我们的头发，缝根、抢根，还有我自己设计的披风。等一下，就拭目以待吧。阿妹，俺送我出去了。疫情来嘞，俺洋葱总得出去了。阿妹对俺好，俺晓得个。俺自细，俺有种错，晓得个。海西哦。暗强，阿妹妹，有一个
好孝顺，爱阿公。哦，阿汉子要安多来拜阿公。树叶的搭搭的，秋天来咧。今年的行老爷哦，按当年来拜阿公。老古人讲，千里求生去小乡，唔当无下竟然用。头摆人讲，让牛下至冲公水，自送让牛干滚冲。有拉有牛经运步，无拉无牛路顺从。哎，向子爱教，向路爱好。天爱人人说，无下些爱做。细年的受爱托，用了了，用了快乐，跟呀真快乐，大班大决定啊，大班大决定啊，大班当天当天很时间啊，有的有，用了快乐，跟呀真快乐，大班大决定啊。就是就是放假了，放假歌，放假小朋友最喜欢放假了，放假快乐有多快乐就有多快乐。然后放假的时候呢，小朋友都喜欢到田啊，尤其是乡下的小朋友，到马路边啊、小巷子啊、稻田边啊，去跑来跑去的，去抓虫啊，或是手上拿着一只树枝也好，就是喜欢跑来跑去，那种心情就像这群小朋友一样。所以呢，学客家语还可以边学边玩，然后呢，还可以把老山歌的歌词改成自己想要的这一些语文语词，自己把自己想要的一些话呈现在那个老山歌的一个调号里面。那你下重要咧，无重要咧。你讲我4点钟咧，4点钟我做乜㗎4点就岁数哦。你还有岁数歌啊？请。岁数岁枪哩，打鼓鼓岁枪枪，大黑枪枪黑布兵，岁数长出东西，大黑枪枪黑布兵，大黑枪枪黑布兵。在防疫期间呢，不管大人或是小孩子，洗手岁数踢一弦。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你能够做到踏实的去洗手，扎扎实实的用茶壶来洗手，安样嘢，你手唔会触到偏，你手唔会黏到咧，洗手係动重要嘅防疫工作，生下來啊，也就小朋友。唔但止可以洗手，還可以用嚟攞茶壺泡洗槍槍哦。茶壺泡迄個凊彩，無洗槍，摔到水度，對你嘅身體咩唔好，就無法度當天，無法度天天就唔得影響，因為呢，你嘅身體，你自家愛顧哦，唔但止細年愛顧好自家嘅身體，你太熱未強用，熱阿婆未強用，身體要自家顧，安樣嘅。空空天天，大家都會當歡喜，讓由歡喜嘅心來學客家文化，來認識客家文化。接下來，我放出來，放出來客家話，放出來唱歌。
客家文化动摇面，怎样的传承啊？细人的唔要太人哦，唔要分中国的本字，喊佢讲，你去读，你去读，七家都来答的看天师，看天师，细人的唔会读，所以呢，我们要用启发式。怎么启发呢？当然就是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讲，你买衫。你吃清代的如客家的元素的东西，有客家的元素，让他们滋养这个客家的素养。什么叫客家的素养？其实就是说客家话，使用客家话。那要怎么样使用客家话呢？当然啦，像我是客语老师，我就会提供小朋友表演演出的舞台。在平常的课程当中呢，我会去设计，针对客家的节庆当做主题来指导他们，让他们接近客家文化，就这样子，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了解客家的文化特色。接下来呢，就是让小朋友生活在客家情境当中，环境很重要。所以呢，我的妈妈呢，她把客家庄当作她自己的母亲。很奇怪哦，我妈妈住在客家庄，她本来没有养猪，她也跟人家学着养猪，卤杭菜、卤菜布，都是隔壁邻居教她的。我个汉语先生是一个林沙个白梅，我的母语老师，我的客语老师是邻居。客家的一个伯母，她教了我客家语，因为我生活在客家的情境当中。小的时候，老实说，我并不怎么喜欢吃咸菜干、萝卜干，但是妈妈就是拼命的跟着邻居朋友们在做咸菜干、萝卜干，然后呢，咸菜嘅咸菜汤、菜脯卵、三不五时。就按用人全部人调到作当去，调一锅烧落落的个猪肚汤，这个就变成我童年的记忆。我变成蛮喜欢吃萝卜蛋，我变成蛮喜欢吃酸菜肚片汤，因为它让我生活在客家素养的情境里面。慢慢的，我长大以后，即使我们在家里很少说客家语，可是自从90年的时候有机会讲客家语，我同甘共苦。我跟所有的母语老师一起，我也去考客语认证，我也去带着小朋友，甚至于成立了这个哈克童谣营。我带着小朋友听说读写唱演角色扮演，嘿冇？嘿哟。我是客家人哦，不过我讲的客家话，跟老师的无相款，我是太平强。嘿，不过老师讲来一道的话，正经的客家，唔要
安尼涂骹的功能，还有甲涂福教甲配上面腔较好诶，甲老师看到诶无腔款诶，迄安尼涂无较讲诶客家话，可能涂无较讲诶无安度客家话。今日讲诶客家话，就得用来下文章，哎，吼，教小人哦，用语词来操机诶，对唔对？因是做得做戏咧，因做得规划，吼，下一集因该做戏该戏出该机诶，哦，按串是一旁因该讲诶，我们国语讲的客家音乐剧，客家人乐剧，吼，木杨水点点堆，什么意思知道吗？就是有样照样。当妈妈的人哦，就像那个屋檐的那个低洼，屋檐的那个雨这样一直滴成一个洞。那个屋檐里面的水啊，它那个屋檐滴下来的水就是永远往那个地方就这样的流，照着那个路线这样流下来啊。这就是一个身教的重要，身教的可贵。所以呢，要传扬客家文化，应该是从教妈妈开始。真的，因为现在大家都是讲国语为主，所以能够使用客家话的很少。那如果说就是让他们习惯听一些音乐的话，睡前音乐之类的，让他们能够把那个熟悉的歌曲或者是那些的歌词记到脑海里面的话，我觉得会对于透过书本去学习那个客家话会更有那个成效，而且会更有成就感，对，没错，效果也更好，对不对？然后呢，会讲客家话的小朋友，因为我们是用通用音标来发音，对，所以有助于说英文的小朋友，对，你的音域会更广。然后呢，你的整个人的一个包容心会更好，没错，然后你会更善良，对不对？而且它音很广，所以有些发音的话，有些像学闽南语之类的话，它音会发不出来。然后，所以他如果学客家话的话，他那些音的话，比如说你学其他语言的话，会能够更使他能够发出那个音。对，所以啊，你啊，爱提讲哦，客家话爱用来传用，做阿美啥啦，即个爱有心，同甘共苦，好冇？穷下来，好，因就讲了，穷好，好，穷下来打拼。根本呢个课程哦，对我来讲是木盐水点点堆，也是我上会讲解，咩是我会做解，大家就会向下来唱歌哦，吼，什么大家？安子生。